他媽的，中國嘅貪官啊，真係做冇完啊！只有你意想唔到，冇有佢哋做冇到嘅，而且一個比一個更加可惡，拍戲都冇揀咁樣拍啊！拉菲朗口，跟尖斷腳，豪宅888萬，只係為咗一夜情，5000萬買下咗選美比賽嘅第一名。佢冇係最瘋狂嘅貪官，但係佢絕對係最識玩嘅貪官。人家上班係為公司創造價值，佢就硬係幫佢嘅頂頭上司收割咗18個億嘅行賄金。佢前前後後呢，自己亦都收咗11個億嘅灰款，兩人涉案共29個億。呢位將忠誠2個字呢演繹到犯罪巔峰嘅狠人，就係我哋今日故事嘅主角，中國華融國際控股嘅有限公司原總經理白天飛。白天飛嘅故事呢，必須要同佢生命中最重要，亦都係最致命嗰個男人捆綁喺埋一齊。佢就係嗰個創造咗中國金融貪腐記錄嘅財神爺，中國華融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嘅現董事長賴小民。如果講賴小民係呢個華融嘅龐大金融帝國嘅皇帝，那麼白天飛呢就係最懂生意，亦都係最識辦事嘅9000歲，係呢個貪腐嘅王朝裏邊嘅一人之下萬人之上嘅首席執行官。佢將所有嘅專業知識、所有嘅精明算計呢，全部都奉獻咗俾佢嘅老闆嘅貪婪以及佢自己嘅慾望。佢從一隻財富嘅記錄者，最終變成咗一個罪惡嘅創造者。喺中國華融呢個巨大嘅名利場裏邊，賴小民就係嗰個坐喺龍椅上發號施令嘅人，而白天飛呢就係嗰隻負責將聖旨變成現實嘅最佳執行者。賴小民睇上邊個項目呢，就想從邊個企業老闆身上榨取油水，甚至都冇需要明講，一個眼神一個暗示呢，白天飛就立刻心領神會。佢就好似一隻頂級嘅產品經理，能夠精準洞悉用戶。佢老闆賴小民每一個貪婪嘅需求，佢都可以迅速咁設計出一套完美嘅解決方案，讓嗰啲有求於華融嘅企業家呢，心甘情願，甚至係爭先恐後咁將錢送到佢哋指定個口袋裏邊啊！佢哋嘅核心業務聽起身就特別高大上，叫做不良資產處理。用大白話來講呢，華融就好似一隻金融嘅重症監護室，專門接收嗰啲好快破產啊、債務纏身啊、奄奄一息嘅公司。佢嘅職責本應係救死扶傷，盤活嗰啲不良資產。但係賴小民同埋白天飛手裏邊呢個重症監護室就變成一個需要天價門票先至可以進入嘅貴賓俱樂部。你想唔想活下去？想唔想攞到救命嘅錢？先入會咯，呢個費用冇話小數目啊，喐冇喐就話幾千萬甚至係成億。而白天飛呢就係呢個俱樂部嘅金牌銷售總監兼會員嘅首席客服，負責同各位好快破產嘅老闆們呢溝通感情、談價格、銷售銀紙，提供一條龍嘅續命嘅服務。佢老母啊，太喪啦！普通人你諗都冇敢諗啊！我前幾日去北京出差呢，發現一樣嘢，但凡你做一個副部級以上嘅領導，你冇有100億呢，你都冇好意思出嚟食飯。喺北京有邊一個當官嘅冇有100億？